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那今天因为有圣餐礼拜，所以我们把那个讲台移开啊，好像牧师跟大家更亲近了哈，也年轻化一点。我们一起要来领受神的话语，一起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怎么样差遣我们来做主的工。我们一起来做祷告。耶稣，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你的智慧能力，也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活出上帝的旨意，也活出主耶稣的脚迹。感谢主，我们一直在学习，也一起来勉励激励。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见证主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呢，有提到一个重要的话语，在第10节的时候，那我们等一下会再复习哈，就是我们是神的见证人跟仆人。那在这段话里面有这么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我的证人，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这是神透过以赛亚先知来对当时的百姓所传讲的话。那问题是说，见证人到底是什么？仆人到底有什么任务？那不只是圣经一句话带过了就好了，是因为神在当时的百姓宣告这样的意识，有他历史的背景，有他们民族当时的情境。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说要使你们认识我，相信我，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你会认为说，难道以色列百姓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而且要做见证人，而且要当仆人？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一个背景，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是亡国的状态，他们是被抓到异邦的地方来生存的，所以呢，神就透过以赛亚来宣告这群百姓，要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要他们知道他们的任务，而且要让他们先确定自己跟神的关系。他说：认识我，相信我，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因为在异邦，他们被迫去接触不同的神，或是接触当时的帝王，他们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不能按照自己心意的地方。就像现在在中国，因为他们的统治下，有很多基督徒要被迫签说：我不信耶稣。你们也知道，在这个亡国时代呢，在以色列百姓被抓到异邦的时候，但以理的故事，他们是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的。所以上帝特别给当时的百姓一个任务。那我们是要说，神把这样的任务，见证人跟仆人的身份放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身上。那今天对于我们承受了这样基督徒的名分，到底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要当见证人，我们要做一个称职的仆人，到底要干什么呢？要做什么事呢？之前呢，牧师看了一段在网络上的一个牧者的讲道。那这个牧者呢，就提出一个他的经验。他说，有一位已经经过人生的风浪，而且人生他的生涯已经蛮有成就的一位刚信主的，然后他就跟牧师问了这句话。他说：牧师，我觉得一直很纳闷，想不出来。他说：这个耶稣这么好，我很难得现在信了。那耶稣这么有能力，
这么厉害，那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少？好像比例不对等哎。耶稣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认识他的那么少？那问题是出在耶稣吗？问题是出在上帝吗？还是在这个地方那些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尽到见证人跟仆人的角色呢？换句话说，也许大家有意要把这个见证跟分享给别人，但是缺乏了那个能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应许这些百姓。他说我们要确信福音的大能是来自耶和华，这个权柄是耶和华来的，不是人我能做见证人家就要接受，是因为我把神的能力带到我所接触的人当中。我们说我们要学亚伯拉罕，把福气祝福给别人，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能够让人家得祝福呢？一定是神透过你嘛，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嘛，神用你嘛，所以你当一个仆人，你当一个见证者，你不能空口讲白话，对不对？你不能两手两串胶去见别人，人家何必接纳你呢？你必须要有所分享嘛，人家从你身上看见神的大能嘛，福音的大能嘛。所以呢，我们当见证人，我们当仆人，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份，给你一个任务，给你一个任命。但是你要怎么做，那就看你了。那基督徒增加不增加？耶稣那么厉害，但是你不把它传达出去，那难怪到你身上就断掉了，到你的身上就停止了，因为没有人能够通过你得到见证啊。所以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从神得到帮助。所以在43章22节，以赛亚他这样说：我向你们宣告将要发生的事，我来帮助你们。帮助，没有一国的神明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是我的见证人。神不是想说，你要替我宣传的，因为我没有人帮我宣传，你要帮我宣传。他不是，他说我亲自帮助你，是神乐意帮助你，神愿意给你，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抓到这个应许？我们有得到这个呼召没有？这个呼召有没有形成你的一个能力，形成你一个行动？那你做得出来吗？就好像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台湾的一些广告，对不对？他说哇，某某人是代言人，哇，代言人他的广告费是很贵的，但是有时候这个代言人呢，可能他的私生活被抓包了，哎呀，这没有什么好的名声了。突然间那个广告商说对不起，你要赔偿你本来要代言那个瘦身的广告你吃的胖嘟嘟，你怎么跟我做见证呢？所以呢，要把他的那个权利金拿回来，对不对？你说要美发的你的头发乱七八糟，你要美容美颜的皮肤那么干燥，那么粗糙，那你怎么做见证啊？所以代言不是随便名称就好，对不对？一定是现在有一些广告呢讲说，我是亲自经历过的，我才要跟你介绍。那你怎么样经历过神？你有没有办法从神得到帮助呢？是神亲自给你这样的能力，而不是你自己有多么多的口才。所以你们是做见证人的，不是一个空白的标签呐。那上帝既然拣选你当见证人、当仆人，你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他要展现他的能力。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一个另外一段不在我们刚读的那一段，在后半段，同样这一段经文里面有19节这样说：神怎么展现他的大能？他说：看我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你们看得见。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通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
基本的观念上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的科学知识、我们的逻辑里面看不见的事。但是神说我要做这个事情，而且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说将来哦，已经发生了，你们要看得见。换句话说，神不是空口说白话，你们要亲自见证，见证我做的这些事，看得见，事情已发生，我要做新的作为，怎么样？旷野开道路，沙漠挖掘河流。那这件事情，你的理解可能不同的角度，你如果不了解当时的一个社会的背景、经文的背景，也许你会中实体的旷野。其实，神透过以赛亚先知，是要让这些被掳的百姓，就是被抓到国外亡国的百姓，看见事情的变化。那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一个被当奴隶、当二等公民的以色列百姓，要看见神为他们做了很多新的事情。那个时代的百姓经历神的神迹，你说他不会讲这样的见证吗？所以换句话说，他这段话里面还提到，连野兽也要敬重我，野狗和鸵鸟都颂赞我，因为我在沙漠安置河流，在旷野开辟水源，使我拣选的子民有水喝。在那个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神预备了。所以呢，这些百姓呢，他们不只是从耳中听到神的大能，而是亲自见证。他说：“你们要看见事情已经发生，在旷野里面有河流。”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旧约以色列百姓被选为仆人、见证人，你今天被呼召成为基督徒。你来到教会里面，难道神没有给你任务吗？神没有给你特别的使命吗？还是我挂了一个基督徒的标签，那已经结束了，事情都完了？难道这么简单吗？见证人跟仆人这两个身份好像一而二，二而一啦。那如果结合在一起，它的强度就更大。见证人跟仆人任务是什么呢？你既然是见证，你就是要亲自去经历神的大能嘛，你才能讲，才能见证嘛。再来，你是见证人，你就是要怀着一个任务的使命感，是有目的要去完成它的，而不是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啊，我做多做少，反正不关我的事。你是见证人，你能做这种事吗？一个产品的代言人，他可以随随便便吗？他是带着职务的，而且仆人更大的是，他没有完全的自由，他必须要被主人所差派，而不是说主人讲一，我讲二，主人叫你东，你跑西，那算是仆人吗？所以呢，一旦成为见证人，你必须要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到，亲自活出神在你生命上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一直操练自我，基督徒要一直去领会神在他身上所显现的能力，你才能活出见证嘛。就像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代言人，你不一直维持你的好身材，你怎么能见证这个产品能够帮助你健康，帮助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标准呢？所以操练需要，而且还必须要有任务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受召的神的仆人，你是见证者，你有想到神在你身上放下什么样的任务吗？所以呢，我们要开始想说，在新约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个概念跟故事哈。主耶稣他对上帝国的一个明确的目标，放在这个马可福音1章14节，他说：约翰被关进监狱以后，耶稣到加利利去宣讲上帝的福音。耶稣他不是随随便便想到才出来的，耶稣他是经历人生已经
在当时算是已经成年人了，应该算是已经成家立业的人，因为他30岁了，不是年轻或是还是青少年，他是已经成熟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刚好在约翰出来为耶稣铺路，为耶稣来摆前面的一个通路的时候，耶稣就那个时候出来。他说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他说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成熟了，时间点对不对？上帝的国也快实现了，而且耶稣对这一群已经是信了上帝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说：你们要悔改。换句话说，悔改不全然是从黑变白啦，悔改是有一些方向，有一些认知，有一些理解曾经有偏差。就像耶稣在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讲的时候，他们只守在律法，他们只守在一些传承传统，但是把爱、把神的恩典、把上帝国的福音忘掉了，只是在遵守祖先给他们留的这个传统。所以他们要悔改。所以悔改不是说你做错不是你是罪人才要悔改。我们不是说一个新的朋友他还没信主要悔改信耶稣。有时候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更要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把那些偏差的观念，把那些以前有领受但是现在已经冷却掉的，要重新悔改过来。所以悔改等于是说，重新开机。悔改有可能是，我归零重来。悔改有可能是说，以前所做的不是不好，但是不完整，我要重新调整策略。这些都是悔改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基督徒，无论是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或是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同样在呼召我们。所以呢，耶稣怎么样呼召门徒呢？他首先选在加利利，这是不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市场热闹的地方，也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地方，但是耶稣就选在海边，在加利利湖边选了2对捕鱼的渔夫兄弟，一个是西门与安德烈，一个是雅各跟约翰。我在想说，当时大概职业也不多了有的是在家里面像耶稣他有木匠的背景，那有的是在种田的，有的是在种那些果树的，那有的是在牧羊的。那耶稣选择来海边，我也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这么选，但是我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想了因为呢，渔夫呢他必须要把船搁到岸边，你有渔获也要从海上拿到岸边，所以呢，我在那边等你，你一定会靠岸，对不对？那说这个种田的或是牧羊的走来走去耶稣反而不好找。但这个只是我一种自我的解说。我的意思是说，抓鱼的在当时的社会也不是什么多么高尚或是特别比人家强的部分。耶稣是要找一个平凡的，他也不是去找法利赛人，他也不是去找撒都该人，他也不是找文士，也不是找那些经学教师，他就选一个最普通的当时的犹太教徒，是要显示从一张白纸训练他们成为神的门徒。所以圣经这样讲，耶稣沿着加利利湖边走，看见2个打鱼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在湖上撒网打鱼。结果怎么样呢？他呼召了他们，他们就立刻丢下渔网。记得是立刻，而且把他谋生的工具渔网就丢下来。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各位，你如果现在银行工作，说耶稣呼召你，然后现在把银行的账务说我不做了，我要来跟随耶稣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对不对？但是他们这种行动，让你看见说圣灵在工作，因为从他们的认知里面，对圣经的认识了解，他有办法去察觉说这个就是救主吗？这就是弥赛亚吗？从我们的理解上、逻辑上应该想不通，
除了圣灵工作呼召了他。我们看到雅各跟约翰也一样，马可福音1章19节说：“再走不远。”换句话说，这个港湾停了彼得、西门的船，那再过一个湾，一个岸边又有雅各跟约翰。他说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他们在船上整理渔网，一个是在捕鱼，一个是在整理渔网，等于是整理他们的谋生的工具。那这些是他们算是一个很尽责的一个职业工作者，对不对？他们很认真嘛。那突然间耶稣叫他们做一件他们平常从来没有做到的，但是他们就丢下一切。这个也一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包括亲情都先放在一边了，把父亲跟雇工留在船上，说爸爸，现在抓鱼就换你跟这个雇工抓了，我们要去跟耶稣了。你知道这种职场的转变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对不对？那是因为圣灵在工作，让他们知道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价值，比他们的工作更神圣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可以归纳说，西门跟安德烈受召以后，他们就立刻丢下渔网，跟从了他。雅各跟约翰受召的时候，他们就把父亲跟雇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上帝在以赛亚的时代呼召了百姓要做见证，要做仆人，不是轻轻松松一件事情而已，一个简单的一个头衔而已。那耶稣呼召了这2对兄弟，你看他们做了多么大的改变。所以你会想说，神如果呼召你，是好像丢一句话，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还是说你必须要有所行动？换句话说，基督徒受呼召的意思是什么？呼召不是无缘无故叫你来，然后你讲说牧师，你叫我来干嘛？没事了，我突然间想到随便叫你的啦。你会觉得这么无聊吗？或是你爸爸妈妈叫你说你来，有空回来一下，回家一下，回到家说爸爸妈妈你叫我回来干嘛？没事，你会觉得太奇怪了，对不对？呼召就是有任务。那我相信，基督徒受呼召绝对不是以下这件事情而已，不是只来喝茶聊天。我们需要喝茶聊天，建立感情，但是只做这样吗？基督徒是只来聚会听讲道吗？然后回家没事了？或是我认真读经不错哦，我很认真祷告哦，圣经从头读到尾哦，我感觉我是个很棒的基督徒哦，这样就够了吗？或是说像上个礼拜张茂松牧师给我们点了一个点，他说你受召成一个基督徒，难道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说好，我就预备了，有一天我要上天堂，其他都不干？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在你人生里面就感受到说，我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就体验上在天堂的喜乐跟平安？我的生命因为被神所改变了，我在生活当中每一天活出平安跟喜乐，活出见证神的人生。你觉得哪一点是神的心意呢？是坐在那边调卡练气球，等有一天上天堂吗？神的意思是这样的吗？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没错，受呼召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个是基本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是有更大的一个期待。耶稣宣告他的能力跟权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耶稣呼召了这2对兄弟，他们是专业的捕鱼者，在加利利海，虽然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台湾这种外面的一个大洋海，就是在一个这个湖哈，但是要在湖里面抓到鱼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那些专业的渔夫，耶稣讲了这句话，
说我要让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换句话说，这个意思是你们很会抓鱼，你们很会捕鱼，成为你们谋生的工具。现在换你们要得人了，而且得人要像你得鱼一样，那么样的简单，或是说那么样的有成果。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得到一个启发啦，就是说传福音，如果从耶稣的角度，耶稣福音的权柄的角度，得着人不是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不能得着，或者说耶稣这么厉害，那么样的好，那么样的有能力，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少？不是耶稣没有能力，而是我们这一群得人的渔夫没有在抓鱼，没有在照耶稣的意思，会用我们的方法，那抓不到人。你只会抓鱼，但是抓不到人，因为捕鱼是西门彼得的专业。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说，传福音不应该是困难的，困难是你的认知，困难是你的经验，困难是你曾经碰壁了，困难是你曾经用尽心血要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但是他一直不听，你会觉得说真的很困难。但是你没有看到说，是上帝的权柄才有能力不是你的口舌有能力啦。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有些父母亲他理所当然说，我在教会里面那么认真，你就要跟我去教会。换句话说，他用人的方法要他的子女去教会，他的子女就说，我就不去给你看，我就故意要让你难堪，因为你不是靠神的能力，是靠你父亲的权威吧，是靠你母亲的压力嘛，不是让他感动说，你所信的耶稣也是我要信的。因为神在你身上，父母亲你的身上显现的大能恩典，我要得到。那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彼得他们很会专业抓鱼。那既然传福音要得人如得鱼，我们也要传福音，要有一点训练吧，对不对？要有门徒的一个操练啊。所以为什么教会一直要培训我们的信徒小组，要培训我们的基督徒要做门徒训练，都是因为要让你不只是有神的能力，而且你这一位神的见证人、神的仆人，也有这样的能力技巧去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去理解传福音怎么样像彼得在捕鱼那么样的轻省。我们知道，我们从认知以来，很多传福音的故事，有时候很成功，有时候好像遇到瓶颈。那有可能是神的能力，有时候在那个时候没有显现，因为耶稣说时候到了。耶稣说你这个时机就是传福音的时机。耶稣说这个上帝国的时间到了。也许我们是要乘着圣灵的浪潮，传福音的一个权柄开始运作。我们看到以前曾经有这样的多样性的传福音的方法，比如说策略性的福音事工，是一种有组织的有一个机构的国度性的文化性的。我们看到很多人会到偏远的地方那传福音，比如说医疗传道，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方面专业的，像医师啦，或是他本身有很好的技能的，他到那些比较偏僻的或是比较弱势的国家或是乡村，他能够用他的技巧、他的能力去把福音传达出来。所以有像医疗传道啦、短宣啦，还有教育事工啦。我们的150年前，我们从英国来的宣教师，他们就借着这样的文化上的一个优势，把他们的医疗、把他们的教育、把他们的新闻都全部带到这边来。很多人透过他们的帮助，那认识了主耶稣。那这个是属于文化跟国度性的。那以前从欧洲、美洲这样的传福音的机构多得不得了，像到那个外族传福音的像我们的马偕医院要到派北去传福音，他们为那些病人来祷告祝福，也帮助那些年轻人在那边设立的教会，而且帮助他们的小孩来认识主耶稣，而且教他们一些卫生的知识。那这是一种传福音的模式。我们看到说早期因
因为现在的不像网络那么方便，所以他们透过一种大型的布道会来传讲福音，像葛理翰布道大会，像我们由台湾出生的一位孙大成博士，他的办的布道会，哇，在老蒋总统过世那个时候，因为周连华牧师主持了他的丧礼，很多台湾人认识说，原来基督教的丧礼是这样子，想要认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个葛理翰布道大会，在台北的体育场，哇，这个是葛理翰牧师在讲道啊，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台北的体育场还下着雨耶，那葛理翰牧师布道，那周连华牧师来翻译哈，那是非常盛大，台湾有史以来最盛大一个布道会。那个时候呢，很多神学生都那一个礼拜暂停工作，暂停读书了，就跑去那边当那个协谈人员，让一些慕道友来认识耶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盛况哈。但是葛理翰牧师他已经在1-2年前过世了哈。好，那这个布道大会，哇，要很大的物力人力，而且要一个很庞大的组织。但是后来曾经有检讨说，布道大会盛况有啦，有很多人决志啦，但是后续没有一个跟进的方式，可能没多久就流失了。有人决志信耶稣，有人跟上就来教会了，有人就只是听到领受了就没有下文了哈。那这些都是他们在检讨大型布道会的缺点。好，那再来就是来变成街头及个人布道也不错啊，因为单独1对1嘛，所以呢我们就发展出了3福个人布道，有叩门布道，敲个门进去很多其他的教派也很会做这样的事，像耶和华见证人很厉害，他就敲你家的门，让你进去，要陪你读圣经。那你们看很多那个摩门教的有没有2个穿白衣服的骑脚踏车的，到街口就跑来跟你谈话，那个是个别传福音，个别布道。那基督徒也很多这样子做。我记得早期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宣传的，就是有一个外国人，他背了一个一个喇叭，有没有背在背上，然后在台北的那个车站前面就开始广播说信耶稣得永生啦就用那个麦克风一直在布道。那有的是到车上去发传单，到隔壁，哇，很多人用心的，或是将自己的亲戚来传福音。那这些都各有成果啦。但是我们知道，慢慢大家发现到说，台湾人很比较有用的是关系式的布道，关系式，就我跟你有一些关系，我用我的一个爱、一个关怀，让你知道说我所信的耶稣是很值得跟你推荐的。所以慢慢我们对亲人、对邻居、对同事有推动了一个细胞小组的一个布道事工。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他在小组里面得到非常棒的一个牧养，所以他就会邀他的朋友说：“你要不要来小组陪我来？”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曾经是因为你是参加了小组被得救了信耶稣了。那有的是新人关怀，因为你可能被邀请来做礼拜，那我们教会就透过新人关怀，有人追踪，有人来认识你，有人继续来跟你联络，那关心你，然后这些人就慢慢愿意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小组，参加我们的聚会。这2个是2合1的1而2前一后的一起被呼召成为基督徒。那后来我们就发展到现在我们在推动的什么呢？团队组织式的，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团队，大家有概念的，有一个步骤的，有一个方法的，有一个策略的，而且分工合作的，我们叫做幸福小组。以前我们曾经办过福音茶会，福音茶会是单点式的，一次性的。那后续最终因为没有后续的活动，可能就来一下，有一点印象概念又没有了，等明年或是下一次办。那我们这次等于是说，把一个福音茶会成为一个连贯式的，我们叫幸福小组，8次
让这一些新朋友去领受说，哎，基督徒的生活就这么样的温馨，这么样的受关注，这么样的被尊荣，然后他们被感动，愿意加入这个基督徒的团体。其实呢，牧师有空要分享，其实幸福小组不是结束了，幸福小组是开端，是因为我们要在这一群新朋友透过幸福小组认识教会，认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透过门徒的课程来帮助他们认识整个真理，认识整个圣经的一个内容，而且训练成为一个门徒。那我们现在的第2期幸福小组正在进行中。这2个礼拜，牧师从一些群组的图片当中，心中真的很受感动，因为看到大家尽心尽力，而且是花时间、花金钱、花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去研发、去推广，然后邀请这些 Best 来。你知道 Best 它是不受控制的，因为我们不能抓他一定要来呀。所以呢，要用尽方法去邀请他。有的时候给你放鸽子，有时候说对不起，我家里有事情不能来。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属灵的阻挡跟攻击，那你看到他还是要笑笑的，心中好像有委屈，但是你还是要笑啊，因为他给你迟到半个小时，你不能说，哎，你怎么跟我慢来，不行啊。所以操练这些弟兄姐妹自己的个性，对不对？操练自己的一个耐心。因为你要让 Best 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是愿意接纳，而且能够受欢迎的。所以这些都看到我在网络上抓了这些照片，非常感动。每一个小组做得很棒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为了让这些 Best 去认识主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偶发的，不是一个随性的，不是一个好像跟流行的。是因为我们领受到上帝说，你们要当我的见证人，你们要当我的仆人，你们要做我交代你们的事。那做不做是你跟神的关系，但是神呼召我们当见证人，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难道你可以这样子轻轻松松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吗？或是耶稣呼召的他的门徒，你会觉得说门徒有做跟没有做，有跟跟没有跟也没什么关系吗？绝对不是，因为神在你身上已经有特别的旨意了，已经有特别的恩典了，所以你要愿意被呼召，愿意被差派。我们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称职的见证者，让我们成为一个尽职的仆人。因为神要在你身上显现他福音的大能。什么是福音的大能呢？是让你先感受到福音的好处嘛。就像说，我代言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对我真的有用，我吃下去好健康活力十足所以我介绍给你。那你能够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你不先领受，你怎么样告诉别人说这个福音好呢？换句话说，我们是主的见证人，期待神给你这样的能力，给你这样的智慧，给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幸受呼召成为主的见证人。主啊，你有福音的大能，我们先感受这个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透过幸福小组，要向许多的慕道友传扬福音。主啊，先让我们领受到神恩典医治保守，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才能讲出好的见证，我们才能成为称职的仆人，成为称职的见证者。我们要一起透过圣餐来领受这样的祝福。主啊，求你亲自赐福给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